真敏感的话题，继续来看到台铁发生铁路警察和补票的人都市案件。即马所有网友发觉讲，铁路警察挂伫手骨这个徽章顶面的英文字看起来那亲像是 RIP， 也就是 Rest in Peace。这个意思敢讲是希望过往的人行会开卡，认为讲安尼拍切衰。若铁路警察进一步来解说，讲这个 R 甲 P 就是铁路警察的意思，中这毋是英文字 I， 是希望讲铁路的图，大家一个看就会当知影，嘛希望大家唔通看一个影就生一个囝，敢要来修改，再过来讨论。无论伫台铁的大厅，也是月台车厢内底，拢会当看到铁路警察双人咧加强巡逻，就是惊讲过来发生这个铁路警察互抬死的意外。不过，即马有网友煞发现讲，铁路警察这个制服顶悬手骨头的绣字，敢咧亲像有倒位啊怪怪的。可能有些人会觉得是 RIP 吧，非常的像，觉得可以再改进一下。我是觉得应该不用吧，对吧？因为毕竟都那么久了。这个铁路警察手骨头的绣字，向甲看，敢若亲像是写这个英语字母 RIP（Rest in Peace）。这三字的缩写，这是表示希望往生者会当安息的意思。所拜才会来互人邀议讲，安尼是歹格调，应该都要修改一下。不过，铁路警察表示讲，其实英语字母 R 甲 P 就是这个 Railway Police 铁路警察。若这个中央的符号，毋是这个字母 I， 是铁路钢机的展面图，这和台铁 logo 顶悬的符号同款。这个手骨头设字的设计已经用10几年啊，希望大家莫想遐济。我们认为是见仁见智的看法。那目前我们铁路警察正全力投入我们同仁承案的治伤事宜对于这个警卫的部分我们之后也会再收集同仁的意见，再做出检讨。目前铁路警察当咧无用顺职的远景、理性限的工作、辅术甲煞尾的代志，未来还佫有这个采购设备、扩充人力、加强训练，有真侪所在拢爱改善。若讲这个手骨头绣字，敢有需要改的，还佫有讨论的空间。记者综合报道。